今年真侪风台，阁有东北季风，台东区渔会渔民出海掠鱼的时间是减真侪哦，收入嘛减少。虽然政府是有提供2万到20万的休渔奖励金，也毋过渔民是认为今年的状况，奖励金佮加上掠鱼的收入，根本是无够油钱甲互渔工的薪水。 台东县当天是基鱼大出的时阵，毋过台东区渔会渔民出海2天，真无简单，才掠到2尾，高经济价值来赔回基鱼，渔贩啊马上就来收。结果不好，今年比较慢啊，今年那怎么样，我们都比较少啊。普遍来讲，它要捕获到那个上百斤以上的数量，跟往年比起来非常少。 富邦渔会拍卖市场，渔民掠到各种鱼仔摕来拍卖，也减少真济。渔民讲，因为最近2个月60天，东北季风真济，出海作业时间无到20天。台东区渔会统计，去年1月到11月底，渔获量有12万2千公斤，每公斤平均计上186块。 今年同期渔获量干内19万3千公斤，毋过平均计上起价每公斤215块，计上比去年悬，毋过一般人恐惊毋敢买，连鱼港未食，一般3-4年为170起到200块。现在鱼的价格它会贵了差不多2-3成左右。 渔民认为，虽然拍卖有起价，毋过因为出海掠鱼的日数减少，整体收入比去年少2到3成。农业部虽然提供较准价大细，每年休渔90日，奖励2到20万，毋过无法度支持符合渔工薪水甲家庭的开销，希望政府应检讨奖励机制。记者综合报道。